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我是家事小超人。从前，在一个热闹又有一点吵的小社区里，住着一位调皮到不行的小女孩，大家都叫她妞妞。妞妞的兴趣就是不管什么都可以变游戏。她会把拖鞋当滑板溜来溜去，拿汤匙敲锅子当打鼓表演，还会把袜子戴在手上办袜子歌唱比赛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比赛，第一名是花袜子队，耶耶耶！他自己播报自己得奖，然后开心大笑的转3圈。他的笑声大到连住在5楼的阿嬷都听得到。不过说到一件事情，妞妞就完全笑不出来了，那就是做家事。洗碗不行啦，我的手会变成老奶奶的手耶，皱皱的。折衣服那是大人的工作啊，我还在读幼儿园哦，不是，是小学1年级耶。擦桌子，桌子脏了就让它自己去洗澡啊。每次妈妈一说来帮忙做家事咯，妞妞就会立刻躺平，装成一颗坏掉的马铃薯。我坏掉了，动不了。妈妈看着地上的坏薯条，只好摇头。宝贝，你这是会讲话的蓝马铃薯哦。有一天，妈妈滑手机的时候，突然说：妞妞，你快来看，网络上说现在在找小小家事英雄，只要完成5个任务，就能得到一个神秘的金色任务盒耶。里面好像有可以变超人的秘密东西。妞妞的眼睛立刻睁大，大的都快能当闹钟铃铛了。真的假的？是会飞的那种超人吗？还是可以瞬间把房间变干净的魔法超人呢？他跳起来，像青蛙一样弹3下。我报名，我参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家事小超人妞妞。第一关的任务是帮忙洗完晚餐后的碗盘。妞妞站在水槽前，看着那一大堆黏哒哒的碗盘，眉毛都快打结了。她皱着眉头说：这些碗也太恶了吧，像被黏黏怪舔过100次，我的手会被黏起来啦。妈妈一边放洗碗精，一边说：不怕不怕，用泡泡打败黏黏怪。妞妞试着拿起一个碗，倒点洗碗精，噗呲一声，泡泡冒出来。接着是第2个、第3个，
然后，哇！泡泡大军攻击我啦！我变成泡泡脸人啦！他的鼻子、下巴、额头全被泡泡黏住，看起来像个戴假胡子的外星人，不是泡泡人。但他没有放弃，反而边洗边唱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年年怪呀，快逃家！等到最后一个碗变得亮晶晶，妞妞挺起胸，看吧，泡泡人也是可以打败年年怪的哦。妈妈笑着帮他擦掉泡泡鼻子。我们家多了一位洗碗超人咯。第二关是10分钟折完自己的衣服大挑战。10分钟，哇嘞！那我得像忍者一样动作快快快！滴答滴答，计时器一启动，妞妞立刻开工。她把袜子一双双配对，还给每双袜子取名字。你们是香蕉队，你们是哈密瓜族。好，准备进衣柜咯。折 T 恤时，他还边折边说：“这叫忍者折法，这是蝙蝠侠折法，这是乱七八糟折法。咦，不行啦，重来！”最后1秒，他啪的一声关上抽屉，刚刚好。耶！我赢了！妞妞开心的跳起来，差点撞到墙。下一关的任务是擦厨房地板，但不知道是谁打翻了果汁，黏黏的，滑滑的，好像一踩下去就会哎呦！妞妞拿起拖把，尝试滴下，哇，好滑哦！她差点变溜冰选手，还喊：“我是冰上嘉世公主啊！救命啊！”但她马上冷静下来，学妈妈那样，先用抹布把果汁擦干，再用干拖把拖一次，先把黏的擦掉，再让它干干的，这样就不会滑啦。他拍拍自己的小手，我真聪明，应该给自己3颗星星。下一个任务是全家人一起大扫除。爸爸在吸地，妈妈擦窗户，妞妞负责收玩具。爸爸，你这里吸过了吗？要不要我帮忙你吸一下啊？妞妞跑来跑去帮大家，变成一个活力满点的小帮手。哇，我们家变得好干净啊！我快认不出来了耶。这是我家吗？还是博物馆？全家一起坐下来喝水。妞妞说：“我们真的是超棒的打扫队耶！”爸爸点头：“没错，家事就是团队合作的魔法啊！”最后一关来了，妞妞今天要当小帮厨，帮妈妈准备晚餐。她穿上蓝色围裙，手叉腰，大喊：“今天主厨是我，请叫我妞大厨。”妈妈给她的任务是洗蔬菜、切水果，还有摆餐具。
他信心满满的接过任务卡。简单啦，我连棉花糖都切过，还有什么是我不会的呢？结果第一个难关来了，妞妞洗菜洗得正认真，突然一个超级无敌大喷嚏喷进水槽。他看着那颗青菜，眼睛瞪大。哎呀，青菜也被我洗香香了吧？他自己先笑了出来，然后马上停下来说：不行，我刚刚喷到它了，要再洗一次，不然大家吃了会变成打喷嚏超人，那整桌都啊啾啊啾的，怎么办啦？妈妈在旁边一边笑一边竖起大拇指。好样的，料理高手也要是卫生高手哦。接着他开始切水果，香蕉切太快变成香蕉泥，西瓜切一切变成一块像鞋子的形状。他努力把每一片摆成一个水果笑脸，还自创菜名欢乐笑笑果拼盘，专门治疗烦恼和坏心情。最后，妞妞摆好餐具，还放上自己画的欢迎来吃饭的小牌子，像餐厅一样正式。爸爸走过来，惊讶地说：哇，我们今晚是订了什么米其林餐厅吗？妈妈也笑着说：有你帮忙，我感觉像请了小小5星级的厨师耶。妞妞擦擦额头的汗，虽然有点累，但她开心得不得了。做菜好忙好忙，但看到大家笑成这样，我觉得比吃冰淇淋还开心耶。5个任务完成后，妈妈拿出那个闪亮亮的金色任务盒，交到妞妞手上。妞妞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张金光闪闪的卡片和一个超可爱的家事小超人徽章。她大声念出卡片上的字：谢谢你用心帮忙家里，因为你，这个家变得更棒、更开心、更温暖。你不只是小帮手，而是我们家的超级英雄。你已经学会了生活的魔法，变得更聪明、更有耐心，也让大家因为你笑得更多，爱得更深。做家事是你勇敢出发，学会照顾自己，也照顾别人的第一步哦。妞妞眼睛发亮，嘴角都快笑到耳朵去了。她紧紧抱着那个盒子，像抱着全世界最棒的礼物。但她心里知道，最开心的不是那个徽章，也不是卡片，而是她发现，原来我真的做得到。我不只是小孩，我也是这个家的超能力成员耶！她跳起来大喊：我是家事小超人妞妞！耶耶耶！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做家事一点都不无聊，反而是一种让自己变厉害的任务哦。洗碗的时候，
你学会怎么让东西变干净。折衣服时，你让房间变整齐又舒服。擦桌子、摆餐具时，你让全家人可以开开心心的一起吃饭。你会发现，哇，我真的做得到哦，而且做得很好。做家事不是只有大人才行，你也可以一步一步学会，变得更独立、更贴心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是这个家里超重要的一份子。如果你想试试看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那就披上你的家事披风。没有也没关系，一颗愿意的心最棒哦。你也可以成为一位会照顾家、温暖大家的小小超人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按下订阅按钮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